有中国网友讲，伊偷渡来桃园，伫咧涂骹插五车旗。另外，今日早起澎湖海峡是出现30多只中国渔船拖网掠鱼。代替北回线花莲中德好人因为落雨在前长站，代替派柴油区间车接送，要到5月20日才会当上线通车。回答执行长吴仁芬今日演讲宣布，回答的台湾总部要起伫咧树林北投区航区 T17、T18。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9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今仔日的新闻头起先来看这暗头发生的意外。下晡4点左右，新北三甲国生路国公路口，伫咧这北大国小头前，受一只轿车唔知安怎向冲进前去，造成10外的过路人受伤。因是分别送去文主公病院、土城中街甲邦桥的阿东病院来治疗。也那这轿车驾驶是一个78岁老先生。在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这附近意外现场附近是乱糟糟，伫咧附近的民众看到出意外，拢赶紧来到救人。一台冲进前去的小轿车，因为弄个日头真强，规个车头拢冒落。新北三甲的北大国小头前，下晡4点外是发生这车冲进前去的意外。迄当阵是小学啊放学的时间，所以讲都有真侪学生甲家长去互弄到，包含78岁驾驶在内，计共是有16个人受伤。当中有4个人是当场都无性命现象，这到底是机械故障，也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警方也在调查当中。接落来看这张台铁北回线，是因为落雨，花莲中德到和仁长站未通，到即阵这电力的设备是油源也未恢复，台铁就派只柴油的区间车伫咧新城到和平往回接送。咱若在抢修的现场的情形，是会当看到电车线长300公尺，电力跳规个倒去。这崩坑内底土石崩落的情形，嘛是比预计更较严重。可能就要到5月21日才会当恢复单线双向通车，5月24才会当双线拢恢复正常。接驳车去和平。嘿，这个呢？这个是花莲。代替新车站月台，客满真侪旅客，受18强降雨影响，中德和仁之间电力设备受损，还未恢复。代替吊牌非电气化区间的查联车来回新车站到和平之间转接，旅客免出站换客运，还过爱伫车站来换车。花了4步，到了和平，到了罗东往和平的新城的4步，我是中立过来的。接驳时间，他看要等多久啦？我第一次搭接驳火车。代替表示，用东小清水桥是做加检查完成的铁路路线来使查联车转接，因为在海路段原本就要慢慢行，时间差不多济，按过换车甲等待上下车的时间会较久。19日时，天气稳定时间关键抢修，桥边甲铁路损坏差不多200公尺，崩坑内底土石引起状况比预期严重，加上电车线桥波断去，电力高倒去，后置甲通讯设备受损，修复的时间会拖较久。4天的时间才能把土石清运完成，那最后1天再完成电力耗资恢复的工作，所以最后我们双线是会在24日但是我们电力的部分恢复单线双向正常行车，我们在21日就可以恢复完成。代替表示，这个期间，东部来往西部之间的国际详细的车专门开放客票，无需要换补票。19暗时，佮启动花莲站到和平站之间的公路转接，经过中德甲和仁之间无使用的车票，一年退票拢免手续费。危险路段的铁路高架，以及未来的电力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善，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列车上去做配备。花莲县长徐正辉认为，在发生第一时间，苏七处新竹江河受困现场2点钟，都代替各位起票价，呼吁代替爱精进安全措施。代替表示，10月灾害发生之前，国建系统伫第一时间回报现况中心，伫土石因铁轨路进前，就互前后的车停落来，安怎降低土石崩起的风险？除了计划建立平phòng坑也评估改善，拢是目前要咧努力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5月20，大政府执政满1年，不过这站中共绕台犹原是无停休。顶日一对中国籍的爸仔囝偷渡登陆桃园海边啊，还有一个号做山东凯哥的查甫人，讲伊是偷渡来桃园，伫咧涂骹插5星期，检调也在调查当中。原来是今日早起，澎湖的西南海峡是出现30多只中国渔船用拖网咧掠鱼，海巡就赶紧派带中南去赶。
澎湖7米西南海峡19节气出现30外只中国三宝船穿过海峡中线，当地拖网作业，侵扰咱渔民的权益。尤其目前拄是中国禁渔期，任何渔船拢禁止出港，就惊内情无单纯。海巡署嘛派台中南去了解。请立即转向驶离，请立即转向驶离。中国海警船为去年到今一直侵扰咱金门海峡，甚至超过海峡中线，海巡强势管理。不过拄是520总统就职9年前，海巡署无摆都是故意伫扰乱。尤其中国网友双龙开高伫抖音讲，15位福建坐秋莲船用9点钟渡海到桃园海岸，各插5000旗的挑战。我已经踏上了祖国的宝岛台湾的土地，并且将中国鲜艳的5星红旗插在了祖国深爱的这片土地上。海巡署证实，地点甲桃园大园区的海保同款，影片无记住，暗过过来爱95海里，若真勉强，搁爱拍9点钟，看袂出来有拍伤，还是严重脱水，真可疑。或是由在地协力人员摆拍摄这一部分。海巡署正调阅入口监视器，深入追查中。自称山东凯歌的中国籍男子说自己驾驶橡皮艇偷渡到了桃园，并在大园风力发电机的暗记插上中共5星旗。不过就在距离这里不到11公里的地方，一对中国籍夫子同样利用橡皮艇偷渡。15号深夜先抵达了观音海水浴场，甚至在沙滩上睡了整整1晚，隔天才主动投案。同一天3点钟来，嘛一件偷渡案，海巡署坦白讲，秋莲船真细只，雷达侦测袂到。在台湾本岛，因为有台湾海峡，所以我们重点在大型的目标。橡皮艇如果速度慢的话，它的杂讯它的反射波是微弱的，很容易跟浪杆跟杂讯混在一起。我们现在还在辨识中。海巡署讲，真需要建立自动监测科技装备，才会当避免老者偷渡案件。也无排除伫赖总统就职周年，中共会搁再利用类似的手法甲影片进行认知作战。记者综合报道。像咱头拄则看到的，咱的海边啊，定有中国的海警船来乱侵扰咱的金门海峡，嘛是常常有的代志。这海巡署加强执法，不过说是标出讲海巡署内底嘛有中国的间谍。金马批分署牵制中心的主任曾宗辉，那是有泄露机密。金门的地检署该查转去侦讯，法院裁定羁押，海巡署就随家去2大个免职。这曾宗辉是去年才升做金马批分署牵制中心的主任，过去是捌做过金门第9海巡的分队长，甲海巡署的专员。平常时也是负责排班，甲管制案件进度。曾宗辉掌握到的资讯是真敏感。即阵曾宗辉去互羁押，海巡署就随家去2大个免职，佮要追究伊顶头的主管监督的责任，全力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因那中日啦，洪城这前立委林昌佐是要派去做驻芬兰的代表，引起讨论。即阵外交部长林佳龙嘛已经证实这件代志。因那是因为艺人闪做兵假期的风波，即阵知影嘛点出讲，这林昌佐伊嘛无做兵，加上即阵伊无外交官的背景，所以当派出去做代表，若被两党的质疑讲，会引起基层不满。外交人事新报局近日传出，政务党执委会林昌佐会出任驻芬兰代表，引起讨论。外交部长林佳龙19接受访问，证实这件代志。有关林长佐的人事案在办理中，要由总统府来公告。林佳龙肯定林昌佐伫人权外交的国际交流经验，强调总统赖清德重视价值外交。林昌佐除了熟悉国情，对台湾甲北欧地区甚至世界上推动综合外交会有真好的表现。不过在野之期，林昌佐无做兵有闪兵嫌疑，佫无外交背景，即马空降，恐惊会打击外交基层士气。林昌佐本身的兵役闪避的问题，包含他没有任何外交的长才。兵役的问题，他本人应该会做回答。如果我们以美国啦哈，或者是说民主国家来讲哈，大使啊哈，其他尤其是基于外交哈，那由国会议员去担任啊，是非常多。不要用传统的这种外交的方式来看待，往往像过去的萧美琴、谢长廷都达到很好的成效。我们也期待林长佐到芬兰去，也达到很好的成效。透过音乐、透过文化来进行台湾的一个外交工作。林佳龙也进一步表示，边界问题应该由当事人回答。实际打电话给林昌佐，并无得到回应。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
针对基层影响，林佳龙表示，综合外交都是爱有多元人才，那是职业外交官，也个包括经贸文化各方面，也设有比例限制。近年来，由总统特定的大使还是代表有名额限制，都是咧保障职业外交官的升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咱在地消息，今日早起台北松山一间气科诊所，这医生是咧甲病人洗喙齿，病人就话讲有够痛，竟然就出手甲医生整，医生的面是受重伤，都爱开刀治疗。不过，这医生的朋友是认为讲，这毋是单纯的医疗纠纷，当中可能是有牵涉欠销的问题，是误导动手的。涂骹拢是火料、电脑设备、医疗器械，互弄倒伫涂骹，现场是愈加加。诊疗室无清理，打出公告临时停业，因为诊所医师去互病人拍，当地病院治疗。诊所它比较特别，它是只有医生一个人，听到那个病患骂脏话，然后跳起来，从诊疗椅跳起来，然后狂打医生的头，一路从诊疗椅打到柜台，然后我就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马上过去。这件暴力事件就伫台北市松山，涉案的姓周查甫人19早起9点半去这间诊所看喙齿，洗喙齿洗到一半，突然拍医师到场洗冷气的师傅讲，大群拢往面里摸。那个病人在洗啊，然后洗很轻，他也不是斜视很多，他就突然冲过来就开始打我，他就说什么很痛什么之类的，然后可是他其实都没有到很严重，没有流血很多，我觉得他可能是故意的。医师满面拢是血，倒入目睭是疼甲白未开，差一点就失明。今嘛搁较是爱手术开刀，也毋过医师的朋友控诉，并不是单纯的医疗纠纷，怀疑是因为这部的问题和黑帮吹球。诊所发生的殴打事件，并不是单纯的医疗纠纷，这个是沈医师有一个债务纠纷，我们有经过公证，有经过判决。沈医师都已经是医生，已经全程都赢了。你真的不要用这种黑道的手段来请我们一定要妥协，这个我想我们不会妥协的啦。医师朋友指控，这目前拖欠3000万的借款，医师提民事官司胜诉，声称假扣押了后，都互人赢来闹事。这摆的攻击事件也只是对方塞拢犯案。该周姓男子犯案后，于10时许主动至松山分局。年纪大约20岁嫌犯，犯案了后，要走离现场，随后各个派出所投案。今嘛医师坚决提告，警方也以伤害甲医疗法侦办，继续厘清犯案动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一个1岁外姓王的幼囡仔，今年1月初是发烧、喘气喘袂过，去高雄荣总看医生。在入院的时阵，因为这囡仔喘气袂顺，所以讲家属都问过几落届，看敢有使用到血氧机。不过这病院拢是甲因讲有咧监控。不过家长讲这囡仔煞是雄雄昏迷，带家护病房2个月，依然不幸过身。这家属就质疑讲治疗的过程是有疏失，调解嘛无得到答案，即阵就决定要提告。查某囡仔伫病床差不多坐袂牢，喘气声真大声。当时1岁7个月，伊发烧喘气真急，去高雄荣总挂急诊。医师诊断是急性右气管发炎，阁有气骨喘，互伊住院。较无8点钟，煞雄雄规身躯软气昏去。他是口鼻是冒那个褐色的那个泡沫，他整个人就是已经黑掉，然后就叫都叫不醒。查某囡仔抢救了后，可预期维持性命。家属不忍伊受苦，今年3月培讲。不过家属质疑住院的过程真侪问题，捌发现囡仔喘气真用力。问值班的护理师是不是需要装血氧机？对方回答病情伫监控无需要。说来囡仔个脑庆光体温下降，搁再反应也是无装。就只有2.20量过一次血氧，3点量过一次血氧，真的没有问题吗？那我们查到的要以类固醇来做治疗，这部分也没有，氧气罩、氧气罩这些也都没有，所以我们后续不管是看了病历，跟我们儿科医师讨论，其实都跟他们的治疗差距非常大。家属怀疑病院的讲法反起反倒，查病历发现诊断医师治疗气骨喘的方式，甲国际文献资料无共。虽然他那时候血氧是正常的，但他血氧是因为他呼吸费力很大代偿出来的结果。当并发症出现的时候，如果都没人发现，那最后就会导致其
再停止。经过3届辩证说明会、1届协调会，家属认为无都知影真相，决定提告。果然是回应，囡仔是伫自侵儿科主治医师评估了后，依照医疗常规进行相关的检查甲治疗。团队嘛持续观察评估，查某囡仔的血氧、喘气情形稳定，急诊住院开始，拢有依照医疗常规好好诊治。病情变严重，对家属的悲伤表示会当理解。这个案经过市政府医疗争议调解会调解无成立，家属已经提起诉讼，本院表示尊重并配合司法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自民党甲共产党有几个议员的社群平台，是对去年5月就收到恐吓的留话。这日本的警方查落发现，这留话 IP 是伫咧台湾。日阵这2个警方联手掠到人伫咧宜兰县长的嫌犯，依照恐吓罪甲起诉。前外头的嫌犯到宜兰地检署复讯，因为伊的留话伫代志引起真大风波。5月起，接获日本警察厅通报，指出日本各地发生多起网络恐吓的事件，恐吓的对象包含日本政治人物及团体。车顶放炸动啊去主题放火，也是开枪射杀这个网络留话。虽然留话效果无同，暗过画面同款，互伊恐吓的包括日本自民党甲共产党，也有20外个众议员甲地方议员。因为恐吓效果，改做一个日本漫画家，伊嘛赶紧大文背会。经专案小组深入清查日籍受害对象，分析涉案 IP 网络服务身庄地等相关事证，持搜索票执行搜索后破获，并获得作案手机1支。台湾警方去年11月接到日本通报，今年11月面册嘛侦测真侪恐吓言论的高风险笑话，检警缉捕建立资料库，分析嫌犯的手法。今年2月以 IP 电资讯查到涉案县长的嫌犯，去伊的主题搜查。2月20号去搜索他家，那在他的手机里面有发现的这一些犯罪证据，确认了犯行之后，移送给宜兰地检署。根据了解，县长嫌犯好亲像因为长期失业伫厝，才用留话来表达不满。不过留话毋但引起日本当地紧张，嘛影响咱国的国际形象。检方侦缉了后，已经依照恐吓罪起诉县长的嫌犯。记者综合报道。昨暗高雄凤山一搭自来水管的工程，是去和民众发现讲工人是坐怪手斗啊升起的一条悬的所在做事是真危险。劳工局就表示讲，用怪手来做升降机，可能违反这案法，相当会当罚30万。拍开水道头拢无出水，这是18个高雄凤山区真济里规工停水的状况。起因是自来水公司一位700毫米管线漏水，紧急抢修。不过当日暗时，所有民众发现抢修的工人把怪手当作电梯，把人载到1楼悬，用手来整理管顶的电线。安尼是无盖好对啦，安尼足危险的啊，嘛是爱注意啊。没有那个防护的那个装置啊。民众这个已经有公安的记录，早时去现场，防翕到工人嘛伫的。伊省里有坐车斗来整理电线，不过强调当时手上有挂工课手录啊。你也无把伊绑开，啊，拄好挂手都唔免动。你昨有挂手条的啊？哦，你拢什么款的工作手套？警局监视器的线路有下垂，那现场的影响到那个怪手的开挖，直接做挖斗哈，那上去整理这个电线，违反了高处作业的规定。水公司表示，因已经违反着相关的规定，将会开罚，市府劳检处嘛要来查。充当升降机从事线路整理作业，涉及违反治安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查证属实，可处雇主3万至30万元的罚锾。市府表示，雇主以怪手当作电梯来从事线路整理的作业，涉嫌违反着这案法。呼吁按落实着工课场所安全管理，袂当互车辆机械做其他用途。雇主嘛爱了解着现场的状况，完备着安全保护措施。公司新闻网络电台兴本局报道。镜头就报来看台中，有毒品集团是伫咧太平一搭铁厝工厂制造毒品溪他命，警方是出动装甲车直接弄入去工厂内底，掠着2个嫌犯。现场就随查到140公克的溪他命甲大量的原料，嫌犯移送法办。装甲车在维安特勤队员来到这个铁片工厂了后，随即将铁门弄开。铁门破坏了后，警方随赶紧冲入工厂，发现遇到的2名嫌犯。
工厂内全拢是制毒器具，警方也找到制毒笔记等相关证物，甲大批塑胶桶底的制毒原料。嫌犯也将桶仔外打的标头是清洁剂，也是挥发营养剂，就是秘密杂质。刑事局中大中心去年10月接到chứng據，这个制毒集团以台中太平一个工厂铁厝作为制毒场所。该贩毒集团利用竹林间的铁皮工厂为制毒场所，白天大门紧闭，入夜后时有人员进出，且进出车辆多悬挂伪造车牌。警方表示，现场查获140克开他命商品，另外也查获20公升底的制毒原料有58桶。研判已经有部分的商品流出去，其中落网的涉甘嫌犯有制毒前科，也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前案在嘉义也遭查获制毒凯他命工厂，所以被判刑确定5年之后未到案执行，所以这次又另外再涉嫌本案。因为开他命是3级毒品，警方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上班，2个人互检方成押后准了去起诉。检警当咧扩大追查毒品的流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中逢甲上款，昨是有一台汽车伫咧过路线弄到一个骑脚踏车的学生囡仔，加在这人送病院了后是无性命危险。警方查落是发现讲双方拢无食酒，毋过迄个学生啊，哪像是抢红灯。而且这脚踏车走过路线是爱落来用牵的，袂使用骑的，所以讲上好的责任爱搁调查。白色的轿车准备要倒弯，伫个路口等过路人过斑马线，速落来要起步的时，向一台 U bike 对斑马线遐骑来，两台车拢做伙，13岁姓肖的学生人挂车拢缀伫个车底。民众看到状况，赶紧来扛车，甲伤者拖出来。事发迄当阵是伫个5月18暗时8点左右，地点就伫个台中市西屯区河南路到福兴路口。附近的人讲，这车真多，也是有无停让的汽车驾驶。行人过马路的时候，车子不太会让啊，不太会让，这个地方就对。对。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轿车的驾驶无受伤，姓肖的学生是倒脚受伤，送中港平清病院治疗。初步判断，姓肖的学生骑脚踏车哪像是冲红灯，而且伫个斑马线顶头应该爱落车用牵的。先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通过后，再起步向前行驶时，与对向直行过路口的脚踏车发生碰撞肇事，双方驾驶经酒测均无饮酒之情事，详细事故原因将交由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不过，交通团体认为，姓肖的学生骑脚踏车是有照规定往正边咧骑，也那路口因为无脚踏车的车道，所以受汽车的压迫，唔才会骑去哩斑马线，道路的设计本身都有问题。像荷兰，除了行人穿越道以外，旁边还会有一条红色的自行车穿越道线，所以行人、自行车都可以顺利的穿越，不会有这种互相去卡。像这一次他自行车骑到一半进到行穿线的范围这种事情。交通团体以荷兰做例，路口的脚踏车道，佮有铺无同款的材质，互民众会当看。建议交通主管机关会当过来改进。第6分局是表示讲，双方肇事关应该比例也佮需要判断。公视新闻台中报道。再来看这几天台湾上届受欢迎的人，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今仔日演讲的时阵是宣布讲，辉达的台湾总部要去伫个士林北道科学园区 T17、T18。所以来这辉达就爱甲新公征收，抑个北市府超地上权的问题。北市府是表示讲会全力协助。也那经济部甲法规嘛表示，总部成立了后，若有人才甲资源方面的问题，会尽力斗相共。辉达执行长黄仁勋19点开专题演讲，同时带来大消息。辉达台湾总部已经决定到伫台北市北投士林、北市区 T17、T18两地地。That NVIDIA Constellation will be at 北投士林。The people of Taipei approve of us building a large, beautiful NVIDIA Constellation here. Do you?
不过，即马回答可能要面临土地地上权转移问题，因为这两块地已经由新公认收得标，所以可能要用两种做法：第一是地上权契约转移，要不持互动器；第二是由新公认收契约了后招商，和回答者做厝卡。知情人士也透露，新秀甲回答最近应该正式签约，会向变更设计的方式，朝向回答美国总部的方向来设计。不涉及修约的话。看起来走4.5.3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如果建物盖完之后是可以全部或部分承租或者说借贷或者说委托经营给另外一间公司的。中央也提供支援，经济部表示继续甲企业保持密切沟通，提供必要协助。在就科技人才方面，国发会也表示，已经在过去1年，甲回答建立就合作友好关系，协助回答伫欧洲、印度、美国等地就专业人才，也提供国际员工来台湾签证、工作许可申请服务。AI 整个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是越来越畅旺的，所以呢，相关的职缺工作机会也一定会更蓬勃的，有这样的人力需求。回答带来机会，我们人才进入增加，专家分析，地址锁定在台北市，是地理位置方便。经到北市区也是看中边边的南港这的土地更较宽，也为台厂带来帮助。对台厂的好处可多得很，其实最起码的就是说。辉达在这个地方呢，在于系统端的整合，其实是可以是有帮助的。专家也分析，辉达在台湾为产业角度考虑，好处是真济，对外媒烦恼的台湾地缘政治因素暂时影响不大。记者综合报道。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今仔日参加台北国际电脑节发表演说。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这个半导体 AI 供应链的头人拢有到场。黄仁勋演说是注目 AI 发展，强调讲因辉达已经唔单单是科技公司，重新定位做 AI 公司。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穿伊招牌袖仔，伫配角的声音当中上台。5月19早起，黄仁勋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展开专题演讲。2025电脑的展览嘛正式起稿。This is not a video. This is computer graphics. It's generated by GeForce. This is a brand new GeForce 5060 RTX 5060, and this is from ASUS. My good friend Johnny is in the front row, and we took this incredible GPU and we shrunk it in here. 演讲当中放出辉达上新产品模拟的画面。黄仁勋强调讲，接下来 AI 会普及伫所有人的生活当中，接下会甲顶下游的供应链来合作，伫量子运算的领域会有更较侪可能性。Working with us on the full stack, Fujitsu and Cisco are working on the systems, and so now we have the ability to introduce the idea of AI on 5G or AI on 6G, along with AI on computing. We're doing that with quantum computing. 现场5000人是坐甲满，包括鸿海董事长刘永伟、广达创办人林百里、华硕董事长施宗同，还有台北市长蒋万安嘛，拢有去到现场。黄仁勋嘛，甲有合作的百外间厂商、甲学校等等的名单，显示伫伊演讲的背景。将来我们要迎接的呢，就是 AI 无所不在，而且应用端百花齐放这样的一个商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当人类进入人工智慧的时代，台湾的 AI 产业、自动性产业只会越来越重要。全球 AI 的风潮长时行，这届电脑的展览，官方嘛伫同一天举办全球记者会，是请25个国家1400个厂商来参加，持续关注这个产业的革新甲未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上北市总运，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日是甲澳洲黄金海岸市长 Tom Tate 做伙甲橄榄球赛开球，双方交换签名球，展现友谊。另外3对3篮球75会组是由台湾新区对战爱沙尼亚，这比赛是加真严，不过落尾咱是以10比13输给爱沙尼亚。
台北市长蒋万安甲澳洲黄金海岸市长 Tom Tate 出来一摊为比赛开球。2005世足杯橄榄球比赛项目有11个国内外队伍报名参加。5月19开始，第8年橄榄球场展开其中上大亮点就是真爱橄榄球运动的台北市焦卖市。澳洲黄金海岸市长 Tom Tate 也专程到台北参加比赛。Mayor John, thank you first of all for your friendship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team and your volunteers putting up one of the best World Masters game ever, 25,000 athletes. We all come here to play hard, but to have fun. Tom Tate 也送球衫予蒋万安，双方交换签名球，搁斗阵翕相，象征彼此友好。世足杯橄榄球项目分做30岁、40岁、50岁以上3年会战。比赛目前在循环赛制当中，按算17个决赛，各分组会出现冠军队伍。在新北棒球运动中心，竞争同款才激烈。3对3篮球75会组台湾新区对爱沙尼亚比赛无输赢，虽然现场边有台湾队的加油声，不过最后依然10比13输给爱沙尼亚。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鼓励选手，讲人家厉害。体力还 OK， 还可以再打一场。对，蛮焦灼的。外国队不错，实力有外。他们比我们年轻一点点。75会组成区每一个队员拢是伫球场熟悉。球龄30到40年，虽然不是职业选手，不过一年出国4转拍比赛交流。这摆虽然输比赛，不过选手表示比赛过程是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检方查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涉嫌甲真侪未成年的囡仔骗，甲因哈讲是有看过因的性影像。威胁讲，伊若是想要甲迄款影片拆掉，就爱交新的影片互伊。即阵这上无是已经有26个人受害，今仔日检方就甲这个人起诉，求刑22档。查获强害翕性影像，定伫桃园地检署指挥中立分局、桃园分局、刑警大队侦办胜利被告违反绩效性剥削条例案件，以涉嫌利用诈术来诱使未成年制作性影像，甚至互人看。19遭到起诉，具体求刑22年。被告以协助移除性影像为由，诈骗被害人拍摄并提供性影像，被害人人数众多，检察官具体求刑有期徒刑22年。针对这件强害翕性影像，被告姓李查甫人讲看过被害人性影像，利用因烦恼找无人帮助的心态，强害被害人爱删除、互挂留的性影像，需要搁翕性影像，予伊比对移除。清查出至少26位被害人相片影像有2000多张。被诱骗的状况之下，他被拍摄了影像，而这些影像当他在网络上面传的时候，他会被有心人士重复的在利用。那以及他们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些影像当中会附上一些相关的这些被害者的一些资讯。电视协会表示，每一张影像拢是受害者真实互伤害事实，那会当尽可能的较真受害者的状态，都会当提供资源，互因帮助。也讲到，这摆是以团队信问的方式，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也透过科技方式进行有效性影像转卖比对移除，降低伤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交通部修法，甲无让过路人造成人重伤，也是死亡的罚金提悬。不过有真侪驾驶是认为讲，干那管驾驶无去重罚无守规矩的过路人，安尼并无合理。就讲今仔日有真侪职业司机去交通部抗议。因另外一边，行政团体是认为讲，这交通部咧修法，也是讲暂时性加强执法，拢无法度彻底改善交通安全。车身大路，计程车一台刷一台，是交通部。有关交通部修法，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除了起罚金额3万6，而且吊销驾照4到5年免考照，上紧6月开始。职业驾驶认为，多方面约束驾驶无合理，应该也要交部重罚无遵守规定的过路人。相对的，你要吓阻这个驾驶人，你对行人也要有相对条件的提升，而不是说今天行人罚个500块不痛不痒，根本对行人来讲根本不会影响。行政团体是指出，交通部这几年政策是一直变化，亲像原本计划加严处罚，后来佫开放微罪无检举，6月开始佫加重无让过路人罚款
政策摇摆会加重人车对立，对交通安全的改善无帮助。主管机关应该负起责任来，而不是让社会上的各个用路人去互相对立、互相对抗，而是交通部把道路工程建设好。车辆跟行人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存在。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碰撞事故的话，当然受伤最终往往是行人，所以我们是政策上都是强化弱势用路人的保护。交通部回应是还是为保障相对弱势的过路人，不过也无安尼降低处理量能。今年到即马，警政单位统计无让过路人甲过路人处理件数，拢比去年较悬。交通部也积极推行包含斑马线退缩、小行人专用事项。改善路行等等，继续优化交通环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去年有几多间公家机关在工课场是发生霸凌的事件，掌公部门基层团体就开记者会，指出公务员想要适用这案法的诉求，拢无去用重视。5月初通过公务人员保障法的修正草案，嘛有关有欠点，呼吁这行政院就要赶紧让公务员会当用这案法。去年劳动部北分署公务员疑似受职场霸凌压底路案件，互公部门职场霸凌这案议题受到关注。考试院伫5月初通过公务人员保障法条文修正草案，公部门基层团体8日伫立法院边仔召开记者会，表示修正草案要是无和目前职业安全卫生法同款的劳检机制，无通确保公务人员的权益。非常多的职业灾害跟疾病的认定，是透过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它法源所授权的相关单位去做出的认定，已经有大量的这个医学的经验，但是对于保障法来说，甚至连我们在保训会里面的委员都没有这样的专业。警察和消防员基层团体也拢表示，当期伫职场上拄到不法侵害，公务人员保障暨维稳委员会无在调处理，订立无外部监督机制来协助。针对纳入这案法的诉求，政府过去也拢以已经适用公务人员保障法做理由来拒绝。阻止基层警员请假的状况，造成警员遭受职场权利上的侵害。而就算警员依照制度向上反映，常常也只能得到一个罐头式的回应，这是主管权限。保训会亲口告诉在场会议的所有人，包括我，保训会没有能力，也没有任何的专业能力去处理跟保障我们这种高风险公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在保障法里面，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公部门基层团体表示，霸凌防治和治安保护无应该区分是公务员，也是一般劳工。呼吁3党立委赶紧透过提案支持公务员纳入这案法。也纳保分会是表示，目前已经研拟相关监督检查、追究责任的机制。公务人员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也已经送立法院审议。记者刘家琪、林晓凯台北报道。台湾上尾一组核电机组停止运转，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讲，应该发电再生能源。不过，嘛有另外一派是认为讲，这核电无碳排放，真济大国家嘛重新开始用核电。针对这寡争议，台电是回应讲，停止用核电是国家政策，因嘛支持提升再生能源的比例。绿能接棒，2030刻不容缓。大声化口号强调台湾关核电机组了后，进入恢复加长。核能规定了后，应该由绿电来接手。提倡再生能源发电的团体邀请发电太阳光电、风力等再生能源领域代表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再生能源不但是替代方案，更是未来的能源主力。希望政策应更加支持。当有人问非核会不会缺电，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自信的回答：再生能源准备好了。我们不只是替代方案。更是主流的路径，我们也是值得信赖的能源选择。不过，包含核能学会等的团体也同时举行记者会，强调台湾长期用核废无解作为反核政策的依据。不过，根据国际经验，高解核废问题并是无解，也强调核电未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空污，感谢大国隆重启核电，因为应该延续现有的核电机组。其实政府那时候。在2018年的以核养绿公投过了之后，政府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他不做。当初如果做了，包括你核2可以延役，甚至于你核1已经除役的基础，你可以甚至于去修改法令让它重启。
对两派团体意见大定强调，发展再生能源是国家政策，会一直支持再生能源的发展。再生能源的发展本来就是政府一贯的政策嘛，因为到2050年你要净零的话，那再生能源当时的占比是60%到70%啊，整个政策在推再生能源，它就逐年有一定的比率往上嘛。大家都很关心核三厂演绎的问题哎。台电加油！台电强调，虽然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核管法的修正案，即将到期的核电机组应申请重启，不过相关做法甲配套拢还未完备，加上社会上对核电使用意见不同，一切拢会过沟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东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是7月初5到8月2举办，这县府就宣布讲是会分做5月20到27两天来分阶段卖票。不过，即阵这网络顶就随传出讲是有诈骗集团假做讲会当共到买票关人的资料，这县府是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去互骗去。2025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台东县府的宣传活动先用无人机光雕秀，不过今年会有哆啦 A 梦的造型球假日。官方网站也宣传7月初5到8月21，伫罗亚高台会有下流座升空体验，5月20到27分2阶段卖票。也毋过即马传出即种非官方的假卖票网络信息，甚至要求老民众网络考注。也毋过甲官方有拿小哆啦 A 梦多样的卖票平台无共，官府呼吁民众毋通哄骗。有许多民众的反映，在网络上有人透过了网络，希望能够索取 ID， 他们要优先能够发送细流票的资格。我们目前确定，这不是台东官网，也不是我们委托的厂商他们所设计的官网。官府表示，可能有诈骗集团利用这一波热气球活动，处理民众购出来的诈骗，已经向警方备案进行调查。请警大队向脸书平台检举上述假冒网页，要求下架，并主动追查假账号之案件讯息来源。官府强调，台东县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坐热气球的卖票方式，只有一间得标承包的旅游业者伫官网卖票，也是到现场买票两种方式，无过委托其他业者卖票，请民众爱多加细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3月中的温度是比往年较低，影响到森林荔枝条果，预估这产量可能是敢若剩3-4成。即阵农业部就公告讲，逐公顷上济会当补助10万块，农民会当伫咧6月初2之前，甲在地公所申请。讲纯金来1%存1粒2粒，你看。荔枝果农将打起的地叶慢落来，受到今年3月中旬低温的影响，导致原本已经开花荔枝结果就无好。第一股溪种植3分地荔枝林线农民就讲，伊投入几啊万成本种植，但现在可能连成本拢收袂倒来。顶年是完全拢无开花，今年是有开花，但是伊算敢开花遐有无？拄着伤寒，伊算开花袂掉。阮有只过咧看，今年就是量减，就是减足侪啦。园林县农业处表示，县内荔枝种植面积77公顷。单位顶个月底陆续接到农民和公所的反映，表示荔枝的结果如无好，落果严重。经会同农试所改良场等单位进行会勘，发现包括斗六股坑、几个围园内生园都有安尼状况。我们也发现，我们这次结果率不到50%，所以我们就发动了天然灾害的救助。那我们受理期是5月17号到6月2号。我们的黑糯米的荔枝的部分，黑叶荔枝的部分是每公顷62000元，12包糯米荔枝。每根红荔枝的部分每公顷有10万元。有农民就讲，原本预期今年的荔枝开花状况好，但无想到结果如遐尼歹。近期搁碰上高温的天气，落果严重，预估产量敢剩3-4成。乌龙也出到呼吁符合资格荔枝农民，今日开始到6月2号进前，赶紧向在地公所申请天然灾害救助，以弥补损失。公视新闻王伟雄为你报道。经过往来收成了后，这往来长的皮啊，也是叶啊啦，这农民拢会甲拍好喙，掺伫咧土内底做肥料。毋过有当时啊，琐事会生菌。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台南市府甲民间企业是甲这个农业废弃物回收，做做是衫、帽啊，也是饲料、架数等等，这个产品阁成功外销去日本。
往来站放点这台机器，唔免3秒，就会自动甲筋甲叶啊做分开，刷来叶啊，再搁提起厝内边的纤维，那筋细细的切片缩大，甲摕来做动物饲料，添加这等物件。传统种往来过程，敢若果肉有作用，像果皮、筋、叶啊，拢可能当作是农业废弃物。即阵为着配合国家政策，达成2004年农业净零排放目标，踮市政府参民间合作设回收示范区，采用机械甲这废弃物回收，嘛减轻农民负担。伊这有当时做到生果做到发烫，有虫啊有菌啊，所以经过这进质料。咱较开始当落栽啦。所以即摆有这对恁农民来讲有较好哦。有较好，变成咱免用常用药啊。对环境嘛较好。较好。农民讲，因过这废弃物拢会掺土淋做伙泡水做肥料，毋过烂去时间就要真久，甚至铺药啊杀菌，产地上无爱放半冬才会当搁种。即摆甲本正无路用的废弃物变做有价值性的产品，那减少处理成本，未来嘛通增加往来产量。叶啊，会使摕来做纤维，纤维会使做一寡阮的衫、帽啊、袜子、包包等等的一些纺织用的产品。茎的话，我有使摕来做肥料，买在做饲料。买在做一个猫砂的附加产品，减少农业废弃物，增加这个循环经济，而且可以让这个农民的收益增加，让对环境更友善。双赢甚至是3赢的这个政策，我们还会持续推广。业者指出，去年7件回收15公斤的往来，加做成饲料架数、尿碗用品等物件，佮外销去日本。因今年目标是要扩大到60公顷，未来嘛按算推展到台南其他往来产区，持续推动永续农业。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嘉义县的梅山乡是以种田为主，加上交通无利便，所以讲去乡立图书馆借册的人是无介济。为了增加民众使用意愿，乡立图书馆就改造阅读空间，佮推出阅读号召来鼓励。希望这阅读馆是会当成做社会休闲中心。囡仔伫生活间的阅读空间，揀家己喜的册，也免到坐咧涂骹来看。十到正式启用的梅山乡立图书馆，唔但改善整体空间，佮用阅读号召的奖励制度，要鼓励乡民来图书馆看册换奖品。阅读护照来图书馆家借册，你若迄个数量若看册数量，咱图书馆有奖品甲恁鼓励。乡立图书馆讲，进前内底的空间较无方便囡仔来使用。即摆县政府补助300万，图书馆为旧年来整修，无若增加亲子作伙合适的空间，佮透过阅读号召计划任务甲奖励，要来提高民众借册看册的意愿，鼓励到孩子愿意把这样子的时间投入在阅读上面，也能够把这些想要读的书做一个记录，我想这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我们乡立图书馆推动的一个措施。梅山这样又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带小朋友来，然后又可以增加那个亲子的互动。梅山乡公所表示，乡内做事人较侪，囡仔拢需要家长专工拨时间带因来图书馆，希望透过空间的改善，增加图书馆生活休闲的功能，嘛会当加做是乡民阅读合适的所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日5月19是白色恐怖记忆日，今年是头一届由官方由文化部来主办活动。除了放送白色恐怖的相关影片，嘛有真侪家属是来默哀追思受难者。原来是针对顶日的修法，无把浙江列入国定假日。行政院的官员是表示讲，政府有愿真重视浙江，珍惜台湾的民主跟人权。我们今天能自由穿梭在这些空间，是因为他们曾被困在这里，成为戒严时的受难者。影片内底向一个政治受难者前辈致意，拜因是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典礼，现场默哀悼念受难者。有受难者家属表示，当初摕到老爸写予伊的遗书，这是伊头摆也是最后一摆和爸爸的旧日接话，也分享做一个受难者家属一世人搁惊吓、搁悲伤的心情。妈妈就一直在这样惊恐之中，晚年失智。恐惧成为他仅剩的记忆。请帮我告诉他，我就没办法轻易的下笔，因为这里任何东西都会偷听。批信遗书是迄阵充满压迫的年代，想要寄托情感和表达自由的愿望，不过又搁惊互人知影的矛盾心情。活动以舞台剧的方式来呈现受人压迫的政治氛围。白色恐怖记忆日发起人王美秀和文化部长李婉也表达这个记忆日对转型正义的重要性。所以历史记忆的传承，
如果没有做好，我们的转型正义就会非常困难推动，因为我们的国人跟我们的年轻世代对过往的历史不了解。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很难了解。所以我想我们会作为文化部长，我会很积极的推动转型正义。啊，作为一个受难者家属，我想我也会去了解我们家曾经受难的人真正的痛苦。文化部长表示，对全部台湾人来讲，这是袂当放袂记一个日子。会强调历史记忆、转型正义和稳固民主是互相牵连的。行政院政务委员也伫现场表示，虽然519白色恐怖记忆日无互人抗入今日公布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内面，但政府有愿的重视这天，同齐守护、珍惜台湾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记者刘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办公室18发布消息，证实这82岁拜登着恶性的裂喉腺癌，癌细胞已经拖到骨头。现任的总统 Trump 是发文表达哀悼，祝福拜登早日好起来。拜登办公室18发布的声明，讲总统顶礼拜因为被绕道镜头压起来就医，拜五诊断得到恶性裂喉腺癌，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按照格里森评分的结果，病情严重的程度是9分，并表示拜登甲伊的亲人当地甲医疗团队评估治疗的选项。佮讲拜登治疗的癌症是属荷尔蒙敏感型，病情无定着会当控制。So with prostate cancer that's metastasized to the bone, you could control it for years. 2 or 3 years is very realistic, and some lucky patients get control for 4, 5, 6, and even longer. 拜登得到癌症尾期病情一个公开了后，华府政治界拢真意外。一向介袂下毋捌讲过好话，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大文表示，伊甲伊的家后梅兰妮拢为这件代志感觉哀伤，祝愿拜登早日康复。拜登的副手和任内前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蕊、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加拿大前总理杜鲁道等一寡美国政坛甲国际领袖，也拢伫第一时间甲拜登甲伊的亲人传达关怀甲慰问的消息。媒体伫华府的记录随机甲民众讲起拜登的病情，大部分的人的反应拢是心痛甲哀伤。I mean, just finding out, I feel bad for him, of course. Personally, he didn't align with my political beliefs, but I don't believe that would define the value of his life. So I'm sorry, I feel bad for him and his wife and his kids, of course. 不过，致癌的消息公开了后，过去4年来政权的拜登，敢有稳满健康情形？最近一寡新资料的出现，又搁变做华府热门的话题。像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华府主播杰克塔伯加新闻网站 Axios 记者亚历克斯汤姆森拄出版的新册《原罪》，讲到2020年竞选的时阵，拜登都捌真侪解记袂掉。去年6月伫洛杉矶的募款活动，那是无边仔的无聊提醒，甚至认为出来民主党长期的支持者乔治克隆尼，佮讲第一夫人吉尔甲拜登的核心团队有故意隐瞒情形。Axios 新闻网16甲17完整公布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赫尔2023年对于拜登故意保留副总统任期内机密文件的调查录音档。过程拜登捌真侪解出现记忆乱去，抑佮话讲袂清楚情形。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24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外岛地区25度到32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